哋晚安。少少近乎大感冒同埋嚴重咳嗽所以咧請咗中神替我主責，為我祈禱啦，希望我能夠有足夠嘅精力為你哋講道理。中神父係我哋新嘅院長，所以都希望你哋有呢個機會認識佢。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慈與你哋同在，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今晚呢係逾越節3日慶典嘅第一日，係主嘅晚餐。我哋每一日嘅彌撒都係主嘅晚餐嘅聖事，所以今晚呢，我哋一齊睇呢個珍貴嘅時刻，同主一齊慶祝呢個聖聖嘅時刻。現在我們大家現在虔誠地舉行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念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使行政終身同證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我哋每個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阿門。
聖晚餐，這是你唯一聖子在捨身致死的前夕所託付給教會，作為萬古常生的祭血，也是他愛的聖言。懇切求你，使我們從這如此偉大的奧蹟中，吸取圓滿的愛德和生命。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華。各位請坐。恭讀出谷記。那時候，上主在埃及國訓示梅瑟和亞郎說：你們要以本月為你們的正月，為你們算是一年的首月。你們應訓示以色列會眾，本月10日，他們每人照家族準備一隻羔羊，一家一隻。如果是小家庭，吃不了一隻，家長應和附近的鄰居按照人數共同預備，並照每人的飯量估計當吃的羔羊。羔羊應是1歲無殘疾的公羊，要由綿羊或山羊中挑選，把這羔羊留到本月14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體會眾便將這羔羊宰殺，各家都應取些血，塗在吃羔羊的房屋的兩邊門框和門楣上。在那一夜要吃肉，肉要用火烤，同無酵餅及苦菜一起吃。你們應這樣吃，束着腰，腳上穿着鞋，手裏拿着棍杖，急速快吃。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節。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國，將埃及國一切首生，無論是人是牲畜，都要殺死。對於埃及的眾神，我也要嚴加懲罰。我是上主。這血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當作你們的記號。我打擊埃及國的時候，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毀滅的災禍不落在你們身上。這一天將是你們的紀念日，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你們要世世代代過這節日，作為永遠的法規。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詠，請大家同詠答。我們就是藉那祝福之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我們就是藉那祝福之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我應該要怎樣報謝上主？感謝他賜給我的一切恩友。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杖，我要呼號上主的名號。我們就是藉那祝福之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上主的聖者們的去世，在上主的眼中十分珍貴。我的上主，我是你的僕役，是你婢女的兒子。你解除了我的鎖鏈。我們就是藉那祝福之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我要向上主獻上讚美之祭，我要呼號上主的名字，我要在眾百姓面前向上主還我的誓願。我們就是藉那祝福之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
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弟兄姊妹們，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犧牲的，你們應這樣做，為紀念我。晚飯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做，為紀念我。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田夫婦請起立。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他既深愛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正吃晚餐的時候，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決意出賣耶穌。耶穌因知道父已把一切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又要往天主那裏去，就從席間起來，脫下外衣，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然後把水倒在盆內，開始洗門徒的腳，用束着的手巾擦乾。及至來到西滿伯多祿面前，伯多祿對耶穌說：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現在還不明白，但以後你會明白。伯多祿對耶穌說：耶穌回答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西滿伯多祿於是說：耶穌向他說：沐浴過的人已全身潔清潔，只需洗腳就夠了。你們原是潔淨的，但不都是。原來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所以才說：你們不是所有人都是潔淨的。及至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穿上外衣，坐下，對門徒說：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你們稱我為師傅，為主，說得正對，我原來是。讓我為主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
你們應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耶穌又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應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應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上主的話。各位請坐。大概喺30幾年前，有啲基督徒喺啲猶太嘅典籍裏邊咧，就揾到逾越節點樣過逾越節嗰個過程，咁啊出咗本書仔。如果知道猶太人點樣過佢哋嘅逾越節咧，就的確幫助我哋能夠了解主嘅晚餐嗰晚發生咗啲乜嘢嘢。大概喺邊一個環節，耶穌拎起無酵餅嚟話：呢個係我嘅身體，你哋拎去食。然後晚餐後係飲第3杯酒，喺嗰個時候耶穌拎起杯就話：呢個係我嘅血，新而永久盟約嘅血，為大眾經綸赦免罪過等等。嗱，我哋懂咗猶太人嘅逾越節晚餐嘅過程呢，的確使到我哋對主嘅晚餐能夠有一個更好嘅了解。所以一段日子，好多唔同嘅天主教嘅團體就搞好多逾越節晚餐啊！我諗你哋好多人都參加過，特別喺大學裏邊好興嘅，每一年都搞。慢慢咧，基督徒就發現，唔好淨係懂猶太人嘅逾越節晚餐，應該懂嘅係主嘅晚餐先至啱啊嘛！唔可以即係話用猶太人嘅逾越節晚餐去替代咗主嘅晚餐係唔應該㗎。所以見到有時啲人好樂意參加逾越節晚餐，就唔去嚟主嘅晚餐啊！的確有啲咁樣嘅現象，所以慢慢呢個咁樣嘅趨勢就改變咗啦。啲人翻去主嘅晚餐嗰度。還有我想起呢件事嘅時候呢，我就會覺得唔知猶太人中唔中意我哋過逾越節晚餐嘅呢？因為點解呢？我哋去佢哋啲鋪頭就買無酵餅，佢見到話咁多中國人嚟買無酵餅做乜呢嚇？當時佢哋的確好奇怪，你哋啲人買我哋嘅無酵餅，冇人食無酵餅㗎嘛。當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我實在唔知猶太人會唔會喜歡我哋基督徒過佢哋嘅逾越節晚餐。但今日我想強調嘅係主嘅晚餐，我唔講猶太人嗰個逾越節晚餐，呢個同我哋嘅關係唔係好緊要。我哋要問主嘅晚餐為我哋今日基督徒有啲乜嘢意義？我哋要追問呢樣嘢。起碼我哋今日若望福音嘅傳統呢，係重視主嘅晚餐，佢提都唔提逾越節晚餐，因為若望佢認為耶穌基督先至係逾越節嘅羔羊，佢死嘅時候正係聖殿宰殺羔羊嘅時刻，所以耶穌係為若望嘅傳統唔係同門徒食逾越節晚餐，而係佢以自己嘅血成為羔羊，以自己嘅血替代咗羔羊嘅血。
所以即刻整個意義唔同晒嚇。所以今日我哋過逾越節晚餐嘅時候，不妨注意兩個唔同嘅傳統。第一個傳統係建立聖體聖事嘅傳統。今日嘅我哋第二篇讀經，我哋好清楚聽到保羅係講緊呢樣嘢，係對觀福音強調嘅。的確，耶穌喺呢一度建立咗聖體聖事。為我哋基督徒嚟講，聖體聖事係好重要嘅一件聖事，甚至你可以話係聖事嘅高峰。最緊要嘅就係聖體聖事。主嘅晚餐仲有另外一個傳統包含喺裏邊，就係今日若望福音耶穌為門徒洗腳嘅傳統，好重要嘅一個傳統啊！你可以話帶出聖洗聖事，耶穌基督以自己嘅血潔淨我哋每一個人。所以通過耶穌嘅受洗，我哋得呢份救恩。仲有耶穌為門徒洗腳，亦都帶出我哋教會嘅一個好嘅傳統，就係愛嘅服務。呢個係重要。所以今晚我哋不妨反省呢兩樣嘢。我哋過主嘅晚餐嘅時候，兩樣重要嘅一定要記住，一個係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第二個耶穌為門徒洗腳，帶出聖洗聖事。亦都要求我哋彼此洗腳，彼此做愛嘅服務。所以今晚應該好好掌握呢兩樣嘢。好，我哋睇呢幾篇讀經啊，佢哋點解要選呢幾篇讀經呢？第一篇出谷記係敘述第一個逾越節嚇，點解有逾越呢？咁佢想話俾你聽，落雨係點？就係喺嗰一晚，天使會嚟到。如果邊個門口嘅門框上邊有羊嘅血喺度呢，天使就會越過，唔入去殺害。所以逾越就係一個咁樣嘅意思。我哋讀呢邊讀經嘅時候，重視嘅係天主嘅拯救。當日天主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奴役嘅地方，可以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崇拜自由地崇拜唯一嘅天主。天主拯救咗佢哋，所以呢個拯救嘅行動為我哋嚟講，嗰個意義就係耶穌基督而家拯救我哋每一個人。所以我哋讀呢邊讀經呢，就係話耶穌以佢嘅血使到我哋能夠逾越。咁呢個第一篇讀經俾到我哋呢個象徵性嘅意義都係好重要。第二篇讀經，保祿保存咗好好嘅對觀福音嘅傳統。耶穌喺晚餐裏邊祝聖咗餅同葡萄酒。好清楚話，你哋咁樣做為紀念我。耶穌咁樣講係咪只係叫我哋紀念佢做過啲乜嘢嘢呢？大概唔係呢個意思。主嘅晚餐唔單止係紀念，而係聖事嘅重演，將呢件聖事再一次發生。耶穌基督再一次臨在喺麵餅同葡萄酒裏邊。所以保祿珍而重之，將呢個咁樣嘅傳統喺個書信裏邊寫咗出嚟。唔單止福音有，書信裏邊都有一個咁樣嘅傳統，讓我哋知道呢個傳統嘅重要嚇。好，第三篇讀經，若望。若望喺最後嘅晚餐裏邊係好重視耶穌起身為門徒洗腳。
我話呢個咁樣嘅行動係聖洗聖事嘅表現，的確係啊。耶穌做咗啲乜嘢嘢呢？耶穌脫去佢嘅外衣，攞咗毛巾同門徒洗腳，洗完之後着翻自己嘅外衣，然後先至同佢哋講，要彼此洗腳。嗱，呢兩個簡單嘅行動啊，脫去外衣又穿上外衣，係等同我哋領洗嘅時候死於罪惡，活於基督一個咁樣嘅意思，亦都可以話係耶穌基督自己喺善牧嘅言論裏邊曾經係咁樣講話：我有權捨棄自己嘅生命，我有權取回。捨棄同取回，你可以話佢捨棄自己嘅生命，取回自己嘅生命，用嘅字眼同呢度所講嘅係一模一樣。脫去佢嘅外衣，又着翻佢嘅外衣。呢個亦都係我哋點解講領洗嘅時候，聖保祿好中意話脫去你嘅舊人，換上一個新人，都有咁樣嘅意思。舊嘅我死咗啦。而家係新嘅我活起嚟，所以幾靚嘅意思啊！若望福音帶出呢個聖洗聖事。伯多祿唔查查話點解佢唔俾耶穌洗呢？原來當時嘅習慣就係奴隸為主人洗腳，徒弟為老師洗腳，子女為父母洗腳就得，其他猶太人係唔會同人洗腳嘅，係咁簡單。所以伯多祿點可以師傅同我洗腳？一定唔得。我同你洗腳就得，呢個係猶太人嘅習慣，冇呢樣嘢。所以伯多祿拒絕，有佢嘅理由。佢唔明白呢個意義啊！耶穌就話：你唔俾我洗啊？你同我冇份嘅喎，你唔接受呢個水洗。清潔你嘅罪，我哋同我冇份過，唔喺呢個團體裏邊。如果我哋將佢睇成係聖洗聖事嘅話，咁又好清楚。所以伯多祿仍然係蒙查查咁啊，洗埋我個頭，洗埋我隻手啦，硬係唔明冇所謂啦。總之佢接受呢個洗啦。洗完腳之後，耶穌藉住洗腳，就帶出愛嘅服務。呢一點係好好啊！洗腳的確係有一個謙卑嘅表示，因為係奴隸為主人，子女為父母，徒弟為老師咁樣去做嘅嘢，係謙卑嘅表示嚟嘅。驕傲呢係最容易分裂一個團體。你記得，即使耶穌預言自己受難，啲門徒仲喺度爭邊個第一啊？然後有兩個門徒嘅私下去問耶穌，一個坐喺你左邊，一個坐喺你右邊，搞到其他10個呢好唔高興，惱怒呢兩個門徒係咁樣講，即係話幾時你想喺人嘅上面呢，你就分裂你嘅團體。驕傲係帶嚟分裂嘅，只有謙卑先至能夠帶嚟共融。你想教呢個團體有共融咩？千祈唔好驕傲，唔好認叻。所以耶穌要門徒要彼此洗腳。我作為老師，作為主為你哋洗腳，你哋應該彼此洗腳。謙卑嘅服務一定要係咁樣做。所以今日係能夠帶出一個咁樣嘅意思呢，我覺得係好。所以今日主嘅晚餐嘅時候，都讓我哋記得，我哋唔係過猶太人嘅逾越節，我哋係過主耶穌基督嘅晚餐，讓我哋記得兩個重要嘅意義。第一就係建立聖體聖事，呢個係咪我哋係好重要、好重要？因為聖體聖事嘅緣故，我哋得到耶穌基督嘅保證，你哋食我嘅肉、飲我嘅血，必定得到永生。並且喺末日，我會使你復活，係咁清楚、簡單、清楚。領耶穌嘅體血就有呢個咁樣嘅結果。所以都讓我哋幾時都記得參加感恩祭，一定要領聖體。唔領聖體去參加呢，係一個好大嘅欠缺。所以參加感恩祭
應該係要咁。第二個提到聖洗同埋愛嘅服務，都讓我哋記得，其實兩件聖事，聖洗又好，聖體又好，都同愛好大嘅關係。所以由呢度帶出愛嘅服務呢，係好清楚，要求我哋好似耶穌基督一樣，以善勝惡，以愛勝惡。我哋如果能夠咁樣做，我哋先至有資格去領主嘅晚餐。我記得美國一個高官我記得喺新聞裏邊睇到，佢就唔滿意自己嘅總統向伊朗開戰。佢話：我基於良心問題，我唔撈啦，我辭職。我唔知道呢個人係唔係教友我希望佢係基於良心，佢唔可以接受無緣無故向人哋咁樣毀壞人哋嘅國家咁樣佢話良心過唔到，即係佢良心責備佢寧願唔做。如果佢係教友嘅話，我就話今晚你真係有資格去領受主嘅體血，因為耶穌基督正正係以善勝惡，以愛勝惡，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請起立。信友禱文嘅答句係：願我的禱聲。主耶穌喺主嘅晚餐中提醒我哋彼此服務、彼此相愛。現在讓我哋一齊喺愛中為咗信心同尊主權能嘅祈禱。請為普世教會祈禱。真善美嘅天主，我哋感謝你、讚美你。求主護佑教會，帶領信眾以耶穌基督嘅愛為生活嘅中心，藉住聖體聖事喺基督內共融合一。為此，我哋同聲祈禱。和平之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讚美你，求你平息各國戰爭，幫助各國領導人終止以炮火解決問題，重新投放更多時間同埋資源喺人民嘅福祉上，扶持貧窮弱小嘅人民，求主賜世界和平。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求你親自臨在喺我哋各人嘅家庭裏面，讓你成為每一家之主。求你賜俾每一個家庭平安喜樂、智慧同埋耐性，一齊分享快樂、分擔失意，成為活出主愛嘅家庭。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讚美你。求你光照後洗者，堅固佢哋嘅信望愛三德，讓佢哋內心充滿平安與寧靜，
去感受你嘅大愛，虔誠地準備領受聖洗聖事。為此，我哋同聲祈禱。願我的禱聲能隨着歌聲，復送到天空中，感主恩庇。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父命，他主慈愛在立基。親愛嘅主耶穌，你建立咗聖體聖事，讓我哋喺你內合而為一。求你幫助我哋經驗到你嘅愛同埋謙卑之後，繼續傳遞下去，無條件地服務他人，以彰顯你嘅慈顏。主，喺我哋心裏面仲有其他懇求同埋需要，而家讓我哋靜默片刻，將心中所求一一奉上，求你親自聆聽與俯允。各位請坐。奉獻詠 Love one another。我
是為紀念你聖子的犧牲而舉行聖祭，你所向我們履行救贖的工程，懇切求你，使我們能相稱地參與這聖聖的奧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於我們獲得救恩。基督是真實永恆的司祭，制定了長存的祭禮。他首先將自己奉獻給你，作為救世的祭品，又命令我們為紀念他而舉行同一祭典。我們領受了他為我們犧牲的身體，就獲得了力量；喝了他為我們傾流的血，就潔除罪過。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創造者、宰祭者和全體天軍，歌頌你的光榮，不斷的豐富。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又感謝了你，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而赦免罪惡。你們又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育，我哋嘅教宗良14世，我哋嘅主教周守仁書記，以及全體教士，使佢哋喺愛德中日趨完善。求你也垂念我们的黑代子母，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悔世的人，使他们看见你圣容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对于天主之母蒙真永活玛利亚，使我们的敬佩圣约瑟，诸圣中保，这个大化的全体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从天使之耶稣基督，赞美你，慶佑。
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健全潔。你係天主，永生永王。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哋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領主榮犧牲的愛。
請起立。請大家祈禱。全能的天主，我們於此現世，從你聖子的晚餐得到滋養，求你賞賜我們來日也能堪當飽享他永恆的盛宴。他是天主，永生永王。請跪下。